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把样事看福起来，阿平哥刘浩明。其实喺春节的时节，对我哋客家人来讲，话最重要嘅路系龙狮头。但是更加社会地位，其实已经quite多人都冇看过乜嘢叫龙狮头嘅。那你今日有想到来宾喺一啲我哋台湾嘅国宝，因为以法师，一帮我哋呢客家嘅客家史重新复兴开来，我哋马上来欢迎今日嘅刘文雄先生嚟欣赏。文雄先生啦，欢迎。大家好，我係灣文雄五橋村嘅廖文雄，我係佢哋先生。我想我唱嘅文雄先生，好多人嘅小姐講嘅鐵段，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小姐下講，以前係做乜嘅工作嘅呀？大學畢業以後，都因為美國中學嘅翅膀線係很熟過，而且講到一句話，是我都有啲即講啊，我哋愛教育我哋客家嘅小朋友。佢說我記下5,000退伍，美國中學都送聘書到我哋教嘅。佢說一退伍都喺美國中學開始教書嘅。幾時教乜嘅科目啊？記下係教初中嘅數學，個要講機械，高中嘅數學，因為我本身係數學嘅畢業嘅。咁咱誒數學呢，太好讀數學呢嘛嗬，喺度嘛教數學，侬喺度開始會發展客家文化咯。我記得，因為後輩我係轉去台南市太實國中，嘛係教數學，佢係國中嘅數學，嗰個到28年後，我哋太實國中退休，都回來我哋嘅家鄉，係一啲人回來5-9歲，我係加班喺台南上班嘅一啲護士，佢下都參加嘅我哋客家樂隊改造發通，有30幾樣左右嘅，我後輩又要讀到我哋屏東人個有名嘅一啲發通，含到胡昂松嘅東江嘅發通。佢下我哋都參加介紹人，佢下有1日、2日、3日嘅旅遊嘅活動，1日嘅都喺東江，2日嘅都東江同垦丁，冇到東江同烏台，喺3日嘅都報3隻去東江、垦丁、烏台，3日都3日2夜。攀岩發動全生態，全國都幾多人坐火車，有到都坐比行機坐到高雄人來傾定，東江參加也發動，造成人哋南台灣嘅一啲嘅一啲幾好嘅旅遊發動。等於如果你退休以後都開始嚟做志工啦，哈，比如投籃志工啦，但是都差不多從事我哋嘅文化工作。咁後來侬會開始注重到推廣我哋客家文化一塊咯。因為後輩喺讀到我哋樂隊，要睇文化局同社會局，社會局要30幾樣做嘅志工，但文化局呢？要讀到好，我哋5-9歲也就係要本文化局來從事到，佢所以都慢慢嚟都轉移到講我哋樂隊嘅一部分喺一啲輕重要嘅文史工作，佢所以都一腳都踏落去嘅。我想問一下嗬，雖然先生即係講，即係係5,000退伍。你都接到聘書啊嘛，後來有些係美國開始嚟教書學嘛。但係如果其實萬體軍人強嘅時節都歸來我哋呢，即係對人家故鄉啦嚇，睇工作。咁我想問下，幾時前你即係會因為講我哋呢客家文化要重新發展好了冇？因為我做乜嚟問啊？因為都更加發現講我哋客家文化慢慢地沒落下嚟，嚇我哋嗱我講發展好了。可是你幾時前咯？你知道相信你幾時前嘅人佢有安尼問題？以下係我哋
在美国教起的有棒球队，迄个棒球队喺外头，迄个郑教练佢带的，迄个学生的也亲引者，佢做几下都有男女美好，北女发现，佢做也都我感觉到你讲啊，美好中学的学生的啊，对棒球色彩也亲也足啦。佢做几下喺南北对战去哦，学校的全体学生的为去棒球场替人加油，也感觉到人哋客家也部分可以争取的伊的方式。因为你讲一件事情，其实我嘛多多少少嘛有参加到，因为其实我蛮说，讲我哋开始，唔单止讲美国棒球队，其实小棒其实我哋开始在踢美国打球的时间，因为我哋有美国同台湾有时差嘛，可是美国转播时都喺我哋半夜时间嘛，嗰时间都，其实我哋深夜最强啦，做嘛样嘅？因为我爸爸一天要放来转电视来看，咱暗嘅一天会很办嘅。可是其实我哋生意人咧可能是反正都听的是办的，可是嗰种我印象过程，还有听见讲，其实是美国唔知小帮还是强帮啦哈，去美国打球嘅时候去练习咩？其实对乡民来讲，我发现喺因为讲係喺乐队嘅一啲共用嘅事情，可是我假如唔點用一天數而啊，有啲講有啲人都幾亂啦，幾馬鋪嘅幾亂啦，都不用我哋前面，不用我哋嘅學校門前。無論佢有啲主要，不用我睇嘅。你等於講本身嘅啲教材，希望講睇下人可以表現得幾好。可是這事實按你講嘅意思，你講其實聽下哋經驗睇地位，因為唔講係棒球啦，無論話其他事情，唔好感覺到講身為嘅六隊人嚟講，係啲歸共用歸共產嘅事情，喺幾多方面嚟講，我講係安尼。喺球類嚟講，我哋嘅情況都講啊，我哋美國中學最有名嘅長手棒，嗰個都長棒，一樣嘅。其他我哋嘅一眼神咧，地位都有一下嘅美容嘅肢體，甚至生命，其他都一眼神咧，其他都多係都200億，其他200億，嗰萬一啲狀元場，一樣嘅都係我哋客家嘅。自然啊，係啊，後來我哋嘅棒球嘅嘛發展得幾好啊。嗰係演講嗰陣咪都狀元場，因為後邊我哋咪要強下，例如要講提到講啊，乜嘅事情哦，例如係職業棒球隊踢粒球嘅，都會佢投出來嘅。佢就佢見啊睇，問題未弄係啦，佢就佢都提到呀，佢出得他個人。叫我去看事情，如何呀？呗，嗰唯一的路苗球啦，原始的苗球，我哋慢慢練到內部嘅，也係屏東演員，我都全國的運動會地位，原始苗球，我哋6隊嘅肢體30都拿頭銜的名次，而且我哋嗰種記得講。我哋每年睇人除夕會有中醫比嘅苗球比賽。錯，其他也該進行也部分，萬一啲都早期嘅啊，還有人哋咧排球，尤其師範大學嘅咩師範屏東師範嘅下嘅排球隊，佢係個有名嘅，也係地位改動人哋咧客家肢體去帶運好多人來。打嘅排球，佢說喺台灣全省嚟講，也係一個有名嘅一個事實。可是其實講我哋人推地位吼，唔單止講我哋身為一啲6隊人，我哋睇各方面都搞，我感覺講歸驕傲歸傻皮。咁從你見講，譬如講後來退休以後，你開始去推廣我哋咧參加我哋客家一啲發通嘛，吼對沙田洋做嘅部分嚟講啊嘛。咁後來我開始轉去做客家事一件事情。我講，我想問講，弄石頭一件事情對於先生嚟講有咩影響係乜嘢？你萬世都有弄石頭啊？萬世對弄石頭改成嘅影響，
如果我哋5九歲，他今日愛過年去，按到風阿公嘅記下嘅，記下睇我哋留學嘅主堂幾隻位，我雖然係得5九歲成長嘅，不過我哋上個半夜我去開燈，開三聲，我開我哋嘅主堂幾隻位來敬拜，敬拜去嘅，因為我哋係4年嘅，我哋同太人咧互通都冇按到，不過我哋看到乜嘅啊，係自跑嘅，掛喺上邊行嘅自跑嘅，都用我哋西山湖嘅竹篙嘅，撐到暖濕機啊，掛喺地機，我哋上頭行，嗰個還有啲都自跑嘅，單跑同排跑嘅。佢都講一條自強嘅行，因在我哋4年咧，用香火來點自跑嘅，因在唔掂，因在唔接，千奇妙。不過萬一啲算皮質嘅節目，如果在新人他嘅嘢，同龍獅頭嘅，我哋唔嫌多，佢哋都嫌多嘅，我都睇佢頂我哋風阿公。一陣敬拜主席開始以後，佢哋都會參入來，參財神人他嘅，我哋睇開始拜神體去嘅，佢哋都開始財神人他嘅快樂嘅過年嘅氣氛都出現嘅。好，佢在一差唔多去嘅，佢愛休息一下去咯，都等我哋睇創業。創係地去嘅，石鑼鼓都打出來嘅，啲龍獅頭嘅佢哋鑼鼓聲都出來，加其他佢哋都戲扮去龍獅頭嘅，佢一鼓聲吹下去，啲獅頭都行下聽人哋無糖嘅啲動機都準備開始。嗰個其實我哋要欣賞講嘅係我哋嘅早期嘅樂隊慢慢嘅時節。伊也要過年的一個情形，其實啊情形對廣東人來講嘅話，伊可能係還是最重要的回憶。尤其下我對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放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劉文雄先生同我哋講，伊萬歲開始睇風阿公嘅時節，已經讓我看到龍獅頭嘅。上頭都唔知啊，先人講到講我哋風阿公嘅事情嘛吼，因為其實我都發現到講，真是睇嗰一種嚟講，可能我哋廣東朋友伊萬歲時嘛係共樣種情形，伊比如對我哋食係年夜飯，好，你準備嗰種姿勢啊，風阿公嘅話。唔等食下飯以後，你都開始準備嘅呀。嗰種你要殺豬肉啊、殺雞肉嘅時節，我冇準備好幫你幾時馬殺嘅。然後殺嘅時候，我想問一下吼，其實就從唔定咧，嘅我哋嚟講總持地位，差唔多一道副神體啊，你這個還有印象冇？應該第一路拜啊，差唔多兩種，我哋拜神體嘅作嘅呀，拜一慢慢。拜一慢慢咯，其實嗰時創業嘅時節，風光王時總持嗰邊其實係幾多人嚟嘅。其他因為我哋祖先他們都為皇宮也房嘅，其他他緊要話唔前搬開來建，如果講要話冇槍，做工排鬼去，佢說其他路一下都前後日係一種嗰樣講。真係都團圓的一種情形，唔單止係家家戶戶之間團圓，亦等於係全部相留嘅總持嘅人，從鄉種嘅人，太部分的一個團圓。同時頭都提示嘛，講到一啲東西講，不用自跑嘅，不用，還有隨他嘅，信任他嘅。其實你講嘅時候，你發現到講，其實唔單止係看到信任嘅氣氛，但是唔談到嘅，唔單止係自跑嘅啦，信任他嘅啦。嗰種信任其實我哋講上癮，要變一啲事情變得過快樂。頭先一般講到，我哋講我哋龍獅頭，其實對人來講法，伊嘛算是當時一種幾神奇嘅一種娛樂活動嘛，吼。有，佢過年去嘅，
因为过年普通都3日嘛，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年初一伊个，我阿公无辅导的石头，佢如果过煮的，无论二石头啊、黑猪头，佢还要出来种植。佢唔单止係人哋狀況嘅，連劈狀嘅路嘅，來到人哋也就係米地堂下，路嘅行過去同他緊要拜年，主要都係去得到去涼風包啦。嗰也係感覺到也係一啲新人嘅氣氛，睇下都有講啊，他緊要過年，過幾下嘅他緊要嘅樹葉冇按到，所以過年迄路新年嘅來講都佢希望做新衫、新褲，幾下嘅喺藝術中人氣嘅人作新係還冇。按他嘅希望，因為佢下嘅我哋行路還係插腳馬踏，就去小學去讀書啊。佢所都新衫新褲，也佢重要嘅。尤其佢下嘅係要卡其衫好着好，佢係一啲算改好過嘅一啲家庭啊。從人哋一般來講嘅話，年初一愛見阿公嘛吼，年初二咯。年初二早晨當主念啱，咩話去創業嘛？早晨創業。創業要話去燒金子，燒肉，加燒金啦，也都好人哋門神，灶神，將神。做緊也就全部都話嘅嘢，全部都話滿岸一拜，都話已經咁樣，去執理啊就。嗰度第二你講，其實其實我哋咧客家弄石頭，聽我哋客家重要清點地方，其實嘛係一種佢重要一個角色啦，唔單止係講我哋本同我哋生命一種經歷。其實對我哋一般人嚟講，其實看到弄石頭，你哋講天都講人，聽你講嗰種。快樂氣氛嘛會帶出來。咁一般來講嘅話，我哋咧弄石頭，我有時候看到牆色嘅咧，佢都係弄石頭都係遇到嘅顏色咯。普通一般，他可以看到都係黃石。黃石，佢有啲人都講也係雲石啦。也雲石，嗰啲有我要聽人講過牆石係。個護士個熊頭啦，嗰個牆石，嗰少年弄牆石，嗰傳說都有講啊，有啲撞頭嘅係聽過人睇人講過，有啲撞頭牆石去劈撞弄石頭，結果遇到係一啲有鐵樹嘅對樹，結果佢都敗咗，敗本牆石。佢都考驗也牆石嘅石堆，結果都擺作起嘅也是牆石嘅堆嘅，對應佢都準備講啊，叫佢包作嘅，包上作上去，安尼，結果都佢嗰陣功夫還唔拉啊，都冇包上最當行嘅層嚟作嘅，所以佢都。算失敗，結果也主人也部分啊，佢有一堆該強嘅，睇定門嘅，都講開人哋客話講嘅，如果樹濕也堆啊，佢係哋傳說地方聽到嘅，結果也主人咧也堆咯，攞石頭夾過來，攞走樣弄下邊嘅人。個熊個有包上咗，佢說也喺撞嘅石頭都牆石都俾人接過來，也係係凡是聽到人哋嗰路邊嘅人講嘅一啲牆石嘅一啲故事。關你意思你講對，你講嘅人哋黃石都雲石，
然后我哋咧强势如务实，就变成讲务实的时间，你弄务实的时间，如唔即个铺法啦，那其实都够凶一些。然后同时你讲，譬如我哋常常我讲，可能我有丢时，你2个人就开始来丢，两堆两堆词诶，然后看慢人的技术够好，好就常常讲个摆照，好跳上去，好无你讲可以做一个嘛个困难的通照，个铁机那东西，但是如果变成大家基本上弄强势的话。好，那有一天的能力，无论一天的嗰种技术，那可以弄强势。那一般的话，可能他不能务实，文史好出来，好来摆主线安尼。咁像安尼话，其实我哋常常我讲到讲，譬如讲我哋客家是今日现场都有啲客家事嘛，吼。咁依个客家事有乜个特色？我哋南部嘅客家事最特別嘅地方，如係我哋咧時嘅在路，我哋喊到。開口時哦，我曉乜開口，係，佢最白嘅開，哦，要可以 happy 來，尤其我哋係 happy 來，係弄石頭嘅人咧，佢石頭做石頭嘅人，佢係技術啦，佢開合，都夾過，佢都一定該鐵樹嘅地方，個還有佢開做嘅部分係到最後去嘅，有啲主人會18去刁難人，弄石頭嘅人啊，夾風暴，唔係本去看人哋風暴男嘅人咧，佢搞比佢都對石頭嘅在行容易被夾，佢夾冇多。夾風暴都冇嘅啊！記得嗰時唔會用樹繩出來啊！係佢普通樹位去夾啦。係啦，係。唔過佢咩話？伊哋嗰啲樹嘅地方，如果叫一邊用一紮樹去裝木嘅石頭，佢係冇然後啊石頭都會壓下來，佢都佢西班牙人講嘅佢撈佢嘅事情啊。其實因為我哋都睇喺人哋講如鬼通的嘛哈，我那个在做头的3樓，其實我記得晚些時間哦，爸爸如果鹹石弄石頭，好，如果鹹於3樓，弄到3樓，弄到3樓，就是相信人嚟講嘅，而冇個故意啊，如果表我睇嘅，我哋咧做神造行，好，當然這個唔可能講最北方人輸入神出去嘛，伊嘛提供幾多個太風暴啊，如果弄嘅。人講，佢最後都佢種集穿到嘅我哋神造嘅樣嘅，但是我哋地嘛用樹拿啦，因為冇可能用個夾方啦。但對弄石頭嘅人來講，等於講，伊嘛係不一定伊哋展現到以後嘅伊哋技術嘅伊哋時間，係冇像我，譬如講弄喺度都拿個風暴男嘅，其實都等於都冇乜嘅個神奇嘅部分啦。咁其實我哋可以看到我哋那個石頭上面吼，有一啲網。因為網有乜個意思冇？所以有啲佢所以有啲上面話有啲八卦的吼，所以有乜個特別嘅意思冇？我普通做石頭嘅一部分，一啲人哋啲額頭嗬，額頭嗬唔係寫網，一網而咩事咧係死網，佢所以有網啊做得，萬一啲都發八卦，唔係普通改數兩項強下啦，兩項強下依嘢。伊哋都人哋咧美嘢啊，冇按法必用。尤其發八卦要喺八角去，要話去對換乾坤一條嚟發，故所都好麻煩。一般都用人家都加隨間網，也佢適合講啊，死網去八數字網，安尼也有安尼意思啦。咁講八卦啦，佢都講基本上唔係曬啲網啊，曬啲八卦咯。一啲個石頭有乜個特別意思冇？八卦咩撇下也就有啊。咁譬如弄石頭，伊即個伊啲功能啊，譬如講你撇下，嚇，還有我哋對祖先嘅尊敬，嚇，最終都撇下一部分。係啊，個對佢貨房嘅人，其他地嘅人講哦，帶來嘅，哦，唔可以帶來安尼。寫去事情嘅，
其實喺台灣吼，我哋所看嗰圖嘅石頭，譬如講廣東石啦、葫蘆石啦，我哋基本上嘅都係我哋嘅客家石，因為其實客家石係建構嘅傳統石頭地方，其實慢慢的已經有復興起來，但是有一陣嘅其實我哋幾少看到啊，睇冇看到到廣東石一部分，嗰種觀眾朋友喺邊有看到，也講再可以加入都係我哋客家石，尤其下我哋喺我哋賣嗰度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嗰節目我哋來賓文雄先生同我哋講客家石冇見過嘅地方。我想請問一下吼，咁喺倫敦都開始我去想去復興我哋嘅客家石一部分咯。係88年8月初一，喺台南太神國中退休嘅，嚟到改上任我哋故鄉，就是我自家都歸來59歲先長嘅，自己係。甲某一叫都讀到高人，結果高人哦，又冇在先人他嘅嘢，又冇弄石頭嘅，咁冇弄石頭都冇石頭菇啊，所以都感覺到佢冇按你高人嘅氣氛啊，佢熟模樣啊，嗬，係啊，佢講佢冷縮縮嘅啦，係客話講嘅，佢所以幾下都行到59嘅時候。林公偉老師同陳介如主任，佢哋有係人狀況嘅，佢哋師傅帶領下，有一啲石頭，佢社會客家石堆，佢是加把以外也拄好做沙期發展協會嘅總幹事，其他都問到講拄好有安尼機會，就用59嘅教嘅學生嘅搭畢業生來注意啲我哋59村呢一啲石頭堆一樣嘅，結果都同先生主任商量以後，都講也可行性改態，佢說都拄到佢哋要了還價，都向佢哋講唔得來注意啲佢哋改願意，佢說都睇個人咧，拄好入人家嘅下都開始收拾佢哋，要等人哋發通中心，都提起聯繫，都年初一我哋冇去參加講下講，不過我哋已經講好嘅。都走陣頭年初一失報以後，我哋都針對東興州、龍亞島、西順州，都疏導我哋村民跟一啲嘅方向，佢所以佢哋嗱龍亞檢測出嚟啦，也係到西順都我哋得到嘅一啲都講改態嘅。舒服都講他間村民都安認同，你咪後輩要去我哋59歲先長嘅幾來弄，先長嘅弄下輩係去嘅，也就對人已經數年腳嚟嘅，無法都再撇下嘅，佢就都記到結束歸轉沙期發通中心，都出現。我哋最重要嘅事情，佢都係睇潘公周行來拆封包。拆封包最主要目的做乜嘅呢？如何本錢都要我哋狀況佢哋係影響多件問，佢哋已經大學畢業嘅，佢都要參加大同樂。結果佢本到，還記得佢本到800年咧，弄石頭嘅封包嘅歷史。佢說到後輩，佢媽媽要同我講，佢講佢歸來用橋嘅歸來落架，佢
其实也对伊哋新人嚟講，雖然佢參加嘅佢對佢嚟講，客家文化傳承無按對佢來無佢算佢重要，不過對人哋喺這行業頭人係一個佢安慰嘅事情。尤其要聽佢媽媽講，開學後先生出一啲題目，喊做我的寒假生活，結果佢都將一弄死條事情寫落去，得到夾賞。先生唔單止本佢夾賞以外，還喺佢上台，並讓佢作為巨片嘅演出來。而真是佢有嘅啊，佢都得到一啲很好嘅寒假嘅生活嘅一啲，嚴格來講係一啲幾好嘅回憶哦。好似佢阿爸我哋讀到佢嘢，還會提開玩笑，也800年次才有打出的。係啊，唔單止得到一啲幾好嘅回憶，對我哋客家文化傳承嘛，係一啲幾好嘅一啲記錄啦。嗰種真係你嘅開始做石頭，因為其他人哋講像石頭嘅東西，唔係講隨便就買得到啊。嗰種石頭你一定要自己做嘛。嗰種一般嘅石頭唔係很容易可以做咯。喺開頭普通做石頭嘅步驟啊，第一步如果用奶嚟做模嘅，做模嘅以後，讓頭擺傳下來係用。因為頭擺他用報紙啦，報紙個容易得到啊，佢就用報紙用鋼按嚟睇疊，也為報紙同鋼作為石頭，無按來用，個上色去也好，也無按好嘅，佢就都藝術嘅，藝術內部嘅教嘅下。高中主任也就該從事，都可以啲暑假嘅夏令營一樣嘅，都講嚟做石頭，一組一組嘅小朋友都做為80隻石頭，佢下都該用牛皮紙嘅，嗰個唔係用鋼嘅，用人哋講嘅白膠拍膠啦，拍膠，用佢嚟。錄嘅嚟疊上去，疊埋去啊！結果呢效果幾好。原本人哋看到嘅石頭，一集還喺佢下做嘅石頭，已經80年嚟。哦，80年嚟哦，其實係咪係生下嚟幾硬長嘅嗬？因為用牛皮紙做嘅關咧，嗰時也就弄石頭嘅，迄陣國體內也算佢講下表演戲嘅，有彈車嘅戲嘅。佢話滾來滾去啊！就角度唔怕，最多人哋講嘅喺河洛話都講甩漆，實在都落切啦。係啊，落切喺度，人哋切要再切得上，要起一隻幾好嘅石頭。嗰時一隻石頭嚟講，係一啲幾有紀念性嘅石頭。係啊，這看唔出來有施工人嘅歷史。你弄石頭嘅部分石頭嘅部分你一定解下嚟嘛如果你開始係教新人嚟做石頭，加技術咯。譬如講，怎樣去弄一件事情，怎樣去教俾新人嘅。譬如講，一般弄石頭嘅話，新人怎樣學啊？參5個嘅教嘅路係定狀況嘅石頭師傅，佢哋教鼓嘅鑼鼓啦，個教弄石頭，佢曉得。個內部嘅教嘅係唱。批狀嘅，佢來教嘅，嗰還有啲莆田嘅手機下也個認證，佢也要可以啲做石頭嘅，佢雖然學教嘅唔係幾大，唔過高中主任先生該重視人哋客家文化，佢所以佢哋啊可以辦，也係去教佢哋做，佢哋啊做啊險楚楚地啦。佢做一般新人嚟弄石頭嘅話，譬如講，嗌新人嚟愛弄石頭，而愛有乜嘅條件嘛？譬如講，要過太窄，還是過細窄，還是要過皮，還是過粗啊？有一啲基本嘅方式都講啊，石頭嘅弄石，喺做石頭嘅人
弄石头的人，要过杂啊，过杂啊，系啊，因为所有嘅通道都可以嘛，過4米路普通要過抽索，佢要填滿石頭來通走。過4米路嘅部分個重要路講啊，開頭電視片啊，4米如果出現一啲缺點，佢樣嘅啊，佢搶看石頭嚟佢填滿做通走，結果4米都冇睇通啦。佢就都是迄個4米都係雕啦，係冇得搖啦，唔係雕都扭啦，扭啦，係冇得搖啊！誒，佢就都冇開頭電視片，天早佢會出現嘅。因為你能注意講前面用嘅航灘，它是也睇到前面嘅塔鋪如果難嘅，你攞記得係冇嘅4米碼嚟飛來飛去嘅。係嗰邊可以閃亮用，阿爸都係閃用啊，誒。咁而呢件家學啊，唔係咯喎，有時有看到弄石頭時，咁就會批啲寫後嘅，佢係乜嘅做角色咯？佢俺哋普通係個太層嘅石頭，佢如果有四面同台面，台面都圓圓嘅面，係安尼堅硬啦，係他今日看到佢度啊，係個收容幾好，個石頭咯，佢四面咯。都係人哋講嘅神教嘅，神教後見後相，後見後相還冇有見，佢樹上還會拿一件山嘅，佢山嘅都係雕石嘅嘢，專門雕石嘅。下巴也係做四面嘅人，喺還過發白，佢咩會去雕觀眾咧？佢就觀眾下巴比雕到，喺4年咧。他本門必了嘅標誌啊，佢是個似咩？嗰是對互通嘅作用嘛，嚇。我哋提供經驗喺人哋對開創300年嘛，嚇。咁啊，提供其實先生嘛，比委託做300嘅事嘅，嚇。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個？因為300事嘅係用喺委託，啊，唔能用嚟做咯。約對300年，也部分有啲部分係弄石頭嘅，佢係醫生講啊。按照300隻石頭衝下來弄，一弄應該也係一個太工廠啦。嗰時最先去做乜嘅啦？攞去做300隻石頭。嗰時按照屏東縣政府下甲師傅做陳處長佢都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嚟結合，都有用人哋。產業幹房同人哋學校部分，他跟結合起來做完成人哋呀300隻石頭嘅發通。嗰時其實唔單止講睇我哋見阿公嘅時間，我哋可以看弄石頭。今日喺我哋歷對300年，其實我哋會有300個小時嘅睇下為佢哋可以創業嘅嘢，同可以創業青年地位。同他個人見面，嗰時經驗留咗300年嘅時間，我希望觀眾朋友可以攞到我哋頻道來看我哋啊300個小時嘅。今日個感謝我哋嘅文雄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哋講安道客家詩嘅故事。感謝大家收看，我係廖文雄，有閒請大家人來5嚿水聊聊。弄石頭會數羊腳來，但是看電視唔會哦，但是看下電視，那還是行來同我哋先生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你今日運動了嗎？請放起來，同永慶先生來做運動哦。先生今日教大家係伸展瑜伽，你準備好了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做運動的哦。今家來做暖身運動哦，來請同我肩條的後背撈，舒展。手臂放一個太陽拳呢，
肩条、手掌，来手臂，再一摆。腾腾欣赏通下来暖身，你的手伸长来，放松，加上你的脚，好弯片。用只手送出去，一片有点棒，同一片好，往右看呢，谁看？前面吧，好，加上的脚七条，弯片，做一个轮体。也通常可以收你的蝴蝶袖，都是要夹紧哦。好，再来同一手，伸在你的旁边。用一只手扣住你的手掌，做停留。好，慢慢的弯片，弯手。好，另外一只扣在你的手掌，那就偏会感觉绑到。我顺圆也正常的哟。两个用个调然后，另外一只手，好施压力，你的腰臀的背囊总会绑到，都是舒放的，这副夹紧。来弯片，好，过来中间，人家臀的脚拿出去，另外一只脚中的后背，扭腰，伸出。弯片，做一个扭腰运动，佢超唔嘅腰嘅，唔嘅腰嘅，感覺有曲線。4、3、2、1，過來，接下來兩隻腳啲後背顧下去，停留10秒鐘，10、9、8、7、6、5、4、3、2、1，好，過來，好，更加過一個哦。
换脚。天伦先生同下做，加油哦！动作可以针对下半身比较肥胖的朋友们，可以来雕塑你的下半身的曲线哦。好，再来，咱的深蹲变化式交叉深蹲，先练习。让出去交叉，骨的后背哦。好，手可以用硬的摇的，继续跳起，起起。来做4下，准备哦，1、2，开始流汗的哈，3、4、5、6、7、8、9、10，好，再来，腳，手表演的腳狀，手伸出去，做一個停留，弯片。慢慢的跪中间，来竖状、合状，夹松扭腰，深蹲加交叉，夹松你的腰位，针对下半身，臀的腰骨。再4下，1，慢慢的做，2、3、4、5、6、7、8、9、10，好，来做一个伸展缓和腳，好，弯片，慢慢的过来，起起。跳起，好，慢慢的过来。今日动作记得了吗？明日如果臀线上来好好运动哦，好好运动，俺能下次拿来了。